點解 Petrus 喺波爾多酒王嘅地位無可取代？而有邊一支酒只需要600零蚊就可以俾你感受到酒王嘅威力？呢條片就要講呢兩個問題。要用頂級嘅酒，首先你梗要有頂級嘅地啦。Petrus 嘅風土的確係萬中無一，佢係100% Merlot 對水分嘅需求好高，一缺水佢就會自我保護，唔再生長。所以俗語有話 Merlot 要生得好，首先就係要有黏土。黏土嘅保水能力特別強。Clay 同 Merlot 嘅呢一對黃金配搭，早就俾人抄到全世界都係。不過酒王又邊有咁容易俾你抄到啊？你睇下圖，左邊嘅深藍色係 Petrus 嘅，而右邊就係普通，顏色根本上就唔同。藍色其實係嚟自一啲好特別嘅鐵質，要4000萬年缺氧嘅環境先至慢慢形成。同普通黏土比較，除咗顏色之外，佢嘅保水能力同埋礦物質含量係完全兩個級別。你可以理解為 Petrus 天生就擁有一部屈機嘅恒溫恒濕系統。咁嘅環境種出嚟嘅 Merlot， 細粒，味道濃郁，單寧豪華，陳年能力特別高。呢啲咁特別嘅藍色黏土世間罕有，偏偏 Pernod 就有20個 hectare， 而 Petrus 就佔咗一半11個 hectare， 剩翻嗰啲就由幾間大莊 share。呢個優勢係天生嘅，冇得學又冇得追。Petrus 稱王嘅第二個原因係佢唔稀缺得嚟，又好稀缺。比起其他名酒，佢嘅產量唔大又唔細，先天因素加埋後天嘅控制，佢每年大概生產2-3萬支。比起佢啲鄰居得個幾千支，佢又真係唔算稀缺嘅。呢個產量好巧妙，夠佢做啲特別嘅 bottle size， 1.5啊、3公升、6公升。識玩嘅都知道啦，大支啊喺拍賣嗰度比較容易高價啊嘛。好似舊年紐約嘅一場拍賣會，一支09年 Petrus 6 lit 係以42000蚊英鎊成交嘅。仲有啊，啲名人啊特別中意攞啲大樽嚟啊，凸顯自己身份噶嘛。你好似1947年英女王訂婚宴咁啦，佢咪用1938年嘅 Petrus 1.5公升咯。從此 Petrus 就打入咗英國貴族嘅圈子，成為皇室御用。話佢稀缺係因為佢同 Lafite 嗰啲20-30萬支嘅產量比，佢得2-3萬支，對全球嚟講真係好細。所以酒莊根本上係冇銷售壓力，可以慢慢咁樣做好個品牌，釀好支酒。莊主亦都可以相對任性咁樣堅持一下品質。例如年份唔靚嘅時候，佢就直接唔出，同埋佢又冇副牌，淨係需要專心做好一支酒。以前有人以為 Lafite Petrus 係佢嘅副牌，其實係一場誤會。酒王 Petrus 大嗱幾萬蚊一支，唔係個個捨得飲，又或者個個飲得起。貴貴地啦，唔好講幾多錢啦，貴貴地唔好講幾多錢，你知幾錢啦？如果想感受下酒王嘅威力，我就會推介 Petrus 背後功臣嘅另外一個頂級酒莊。Petrus 背後功臣係波爾多右岸嘅傳奇 Jean-Pierre Moueix。Mr. 傳奇由40年代開始就喺 Pernod 打滾，1964年收購 Petrus，1970年二代傳奇 Christian 就加入，短短10幾20年家族生意就擁有2間酒商公司同17間酒莊。直到2009年 ，Christian 總共幫 Petrus 釀咗38個年份，但係 Christian 並冇退休啊，佢繼續管理緊旗下16間酒莊，包括距離 Petrus 只有幾百米嘅頂級酒莊 Tôtenois， 一樣嘅釀酒班底，一樣100%Merlot， 正牌1000零蚊到4-5千蚊不等，副牌就600幾蚊起，經濟實惠。連 Christian 自己都曾經講笑話，呢一支係平民版嘅 Petrus。講笑還講笑啊！Tôtenois 嘅品質絕對唔講得笑，佢同 Petrus 一樣高質同穩定。飲起嚟 Petrus 可能會圓潤一啲、滑一啲，而 Tôtenois 嘅酒體就會大隻一啲。因為佢高質又實惠 ，Tôtenois 係我自己開得最多嘅一支 Pernod。想試下嘅朋友，記住喺評論區度揾連結。如果想聽更多葡萄酒嘅趣事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見。